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就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现时全台湾有47万人嘅新移民，佢係大陸、香港、澳門也到地區，一般講嘅外籍配偶有15萬3人國家，伊呢已經係好多客家外省原住民外嘅第5大族群，伊呢睇一片土地方，原來因平常，唔過還係唔拉平常。睇軌道方面，伊呢同人呢冇共用。也都冇共用，有嘅係因為生分，有嘅係人哋提示愛搬出唔挨，就算明明地人哋唔應該，也冇可能同人哋搬到呢邊，因為人哋已經係培養過呢啲地圖嘅。咁樣嘅時節，人哋也會係挨人嘅。今日嘅客家新聞插枝，如果帶大家更加關心新移民嘅適應同認同、人權健康，還個自我實現。到上年旅遊故事。有的人為到家庭拍拍劇劇，有人口冇事業，也有人老身體同遇到困難嘅很多姊妹聽書。節目一開始，先來認識一群認真生活嘅新移民姊妹。上課時間到誒，學生嘅帶定工期溜溜小小來到，一節數字感美容課充滿異國風情。大家為定呢，認真地看欣賞用嚟做。我們用這個磨，這旁邊的這樣磨一下。磨腳哈。對，就按摩它。用肉來按摩哈。這邊，對，旁邊的肉。要按摩在這邊的。先生係對越南嫁來台灣14年嘅陳氏美傳，佢做數字感美容嘅生意有4年呢。剛開始來台灣半年，還是在家裡，然後半年後就想說出來工作，然後就賺點錢，就是幫忙老公們家裡，然後後來去做，我本身是做衣服，在那邊也做衣服，後來去打工做衣服1個月，所以說1萬8、2萬塊，然後時間又很長。條下嘛為到愛學也好屬意，陳氏美傳和等等轉去越南進修40年，經驗比屬意是愛有心學就學東家，故所佢希望其他嘅新移民姊妹也做得用心學，東家就做得像佢一樣，也學生嘅度還有別嘅很較無限呢。我哋喺1禮拜5日都無限啦。拜1、拜3、拜4，我已經過小學天咯。拜2、拜5我來了學個指甲彩繪。禮拜6我7歲嘅，佢要到台灣，你要下佢要對佢好，佢學到技術，交朋友你當然要帶佢出來啊。不過肯定你吧，對佢咩冇公平，因為佢當後生啊，學到技術交到朋友咩以後啊。小朋友歡喜嘅聽到先生演技過嘢，張半夜唱演課、舞會、寫計劃、補習也等作品。苗栗縣新移民人口大概有12000，其中頭份客家族男4股就徛喺1股。故所啲本地嘅苗栗區服務中心以外，特別喺去年成立族男頭份地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暑假涵蓋暑期班。設計神奇嘅課程以外，也聽教小朋友功課。唔過對服務中心來講，前台嘅困難嘅，佢都接觸嘅多，服務嘅多嘅新移民還唔大多。我覺得認為在我們的服務過程當中，重點是在新移民的家庭，因為不知道是因為客家人比較保守，還是怎麼樣哈。是我們在這邊的新移民家庭的話，第一個，他的先生不願意他曝光，那先生的父母親也不願意讓他曝光，所以說新移民很想來學習，也很喜歡能夠帶小朋友一起出來，但是很多的我們這邊客家莊的先生以及父母親都不大願意讓他們出來，這個是我們在執行的過程當中比較困擾的部分。另外，一道愛惜5星落來台灣家庭，新生活還蠻慣。
就爱全家公子照顾一屋大小，当然无限凄惨，实在无限也无精力来加添自家的生活趣味。嫁进来的时候，第一个要避免，第一个会碰到的是饮食的问题，再来是文化习惯的问题。我们的文化跟越南跟印尼其实是相差蛮多的。那再来2、3年，因为慢慢适应，孩子出生了，孩子出生之后会有孩子教养的问题。很烫是吗？哎呦，不好意思，太烫。三毛乡一屋大小显然是挺要紧的。嫁来台湾14年的阿飞贤，老公过身，佢就自家13年漂亮的生意呢。比到一屋30年的生活费，子女的书费，佢当年连偏工4点半就要起床，去吃早餐店做事。因为博的硬是也不头就做啦，啊了博就按做上班的就也不头冇去做啦，啊政府补贴就实安尼啦，嘿啦，然后给家福中心没有咩，然后就补贴一啲就安尼过生活啦，嘿啦。按政府用的生意做得冇？啊做得啦，嘿啦大个啦，嘿啦嘿，上食上用啊。回来了，哦，你很乖哈、哦。转到屋卡，阿比先排泄的个，屋卡有一些的弄里弄来，唔过其实在无限好整理。每日做的送本期的商业卡，就不用伫堂下一个嘅，看起来懂当然。其实佢唔多买少钱的问题，常常会用出好嘅，佢清晰嘅行起生意呢。尤其是透过种嘅每日，一下拄好嘅板条墙，较唔通高，佢动手脑筋。做咩自己说哦？因为老佢讲吼，佢又讲唔通，有像是去到东南过啦安尼啦。但係咯，像说哦，从家巴士迄度見哦，因為老佢講，佢又冇通你，一片通，一片出去安尼。比较担心我那个。有冇嘢嚟？讲不听，好累。他那个又很爱面子，知道吗？懂爱面子。有时候想到说，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像什么，不知道。喺台湾做单亲妈妈就多么简单。行家唔是讲伫他乡生活的新移民，好在阿飞县用20一类，乡下伫吃早餐店做些太子好参详，故所佢唔爱吃到故事，就会因为有安样的心酸，无奈何讲嘅一类，近来见到嘅新移民出来，同家头强用伫他乡来嘢姊妹天数。喺台灣生活20年嘅彭玉賢，啲總啦開一間越南餐廳，點到放送等越南歌曲，動有特色。上次嘅一道新移民姊妹嘢，會帶定自家一定針對嘅料理來也打掉時，就唱細細嘅同鄉味。一間餐廳已經開業10年嚟，提防後有乜嘅事情，彭玉賢就動現出來幫聽。增加來台灣家下反應唔同，多多動動問題，三千無年好聽數。彭玉賢反而6年留中文學好，還去到中介公司做越南翻譯。一下佢去突然間一批企業促進比理事長，數幾嘅24點鐘無關。愛隨時同遇到困難嘅也都姊妹天數。当初因为外籍配偶的话，异国婚姻嘛，有时候进来台湾的时候碰到很多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越南翻译又少，好了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会帮忙，他很热心，就帮忙他就是解决一下问题。所以我手机哈24个小时开机，我不敢
不敢关机，到现在也是一样，对对。因为曾经以前有一个朋友是越南的同胞啦，对，嫁到台湾，因为那天晚上我真的很不舒服，对，就把手机关掉一下，因为明天我还要上班嘛，对。后来那天晚上又出事了，那个朋友又打电话给我，一直打电话好像20几通了。后来就早上电话打开那么多通，我就打电话过去，好像他们又不接。后来打电话给他先生，他先生又说他昨天晚上是喝那个农药自杀，因为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很需要我帮忙，但是那天真的很遗憾我没有开机，所以这件事情想起来真的很伤心的，就没有帮到他的忙。州内政府以民数统计，现时伫台湾的外籍朋友同大陆港澳地区的朋友，大概係47萬9300人。對1996年代100人喊做外籍信用途徑，已經20年嚟。朋友因此道，1700年來外籍朋友嘅環境立場改進嚟一度，至少有到單位有老家聊天數。喺政策制度後，無就係古夜社會氣氛當中。天天嚟也很尊重佢到，唔過實際上移民外表講法係強調，國是無強用，加減行嘅用人冇用無強用嘅眼光來看佢到。我覺得台灣本地吧，會可能對我們外籍的會有一些排斥感覺吧。說話還有眼神，還有去工作，他會有一些語言上面的暗示啊。哦，你大陸的，哦，考慮看一下。好，你回去等一下。怎麼？心裡面不舒服，我很受打擊啊。我的能力沒有說一定比台灣人很差，也沒有說比他們笨或者怎麼樣。為什麼要用這種，就是來那個呢？我看見姐妹一直被稱外來者，因為我聽到有一些個案講啊，就是孩子生病，他就跟婆婆帶孩子去看醫生，然後婆婆就說，那個外勞幫我抱一下孩子，對，那明明她就是媽媽這樣子，對，所以有一些姐妹付出那麼多年，但是每一次有一些爭吵的話，你就是你們這些外來者怎樣，就會用這樣的一個口氣，就是來跟姐妹說，所以她就很無奈、很無力面對這件事情。很多的媽媽進到台灣之後呢，她的中文並不流利，那孩子會有一點點的口音，那孩子有口音進到學校之後，必須要做矯正。那剛開始進到學校的時候，一定會被小朋友歧視，因為你的聲音很奇怪，你講的方式跟人家不一樣。所以為了這一點呢，現在很多的媽媽都不敢提倡母語，在家裡是盡量不跟孩子講母語。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來講有點可惜啊。古夜社會進步，將會增進平等對待同恩無強國系的人，要愛時間。那我們要對政策制度後來請平等，一到新移民現在勇敢出來，爭取合理嘅制度改革。希望複雜嘅申請規劃程序會較簡單啲位，後備做啲位拿到台灣嘅身份證。我們早期就推移民法，現在在推那個國籍法，就是希望說哈，本來政府規定說3年可以準規劃我們去放棄國籍，然後再來申請嘛，然後還有那個空窗期這樣子。那我們現在的一個想要修的方向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住的期限拉長一點？例如說，我們可以住滿4年，或是滿5年，你就直接給我們身份證了。好，給身份證好之後，就依照每個國家的不同去申請放棄國籍那個證明來補這個文件，這樣子就不會有一個空窗期的問題了。我在台灣，我騎奧多拜，天暗暗轉嘛，唔會驚啊。我在印尼大哦，唔敢出太路哦，你身體我很敢出去哦，因為這片東都被搶你那裡的嘛，就唔會講上轉去這片養老啦你啦，係啦。那就永久就會待在台灣啦，因為2-3年才台灣啦。
台灣都好，其實有咩唔幾幾好。無論有嘢嘅條就係愛啲人係下來嘅。面對上述嘅反應，全無共用嘅生活文化，是移民實問上愛嘅牙關融合落來，嘅條來嘅有為家庭，就嘅天愛啲人生計業單，嘅條因咩唔記嘅係，嘅條雖然按用嚟做，另一條台灣人將會老嘅一條看做另一條。